A company that establishes and abides by its principles. A company reaching out to the world with the right principles. A company that grows with its customers and shares generously. We are proudly Atomy.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09, Atomy has been growing continuously and is a global network marketing company that can be found all over the world. 歡迎大家今日入到嚟聽我哋介紹艾多美嘅事業。核心理念咧就係絕對品質、絕對價格。艾多美嘅大眾精品策略咧就係我哋唔需要負擔一個好昂貴嘅價錢啦，但係會得到一個高品質嘅產品。咁亦都咧唔會有廣告費用，咁所有利潤咧都會俾翻消費者同埋經營者嘅。點解會揀艾多美呢？咁咧我哋會員咧係唔需要收費啦，而且咧都唔會強迫你消費喎。產品生活化包括牙膏牙刷啦，一啲必需品啦。咁公司亦都有好多支援，包括一啲免費嘅課程啦。咁亦都可以做到被動收入。當你建立咗一個團隊有消費網之後呢，咁 PV 就源源不絕咁樣累積，亦都可以達到財務自由。咁瞓緊覺都收到錢啦。問題一，你嘅收入結構係咪安全呢？如果你聽日冇工作做，你嘅收入仲可唔可以維持翻現狀呢？咁你諗下啦，如果你嘅收入係屬於勞動型收入啦，定係系統型收入呢？如果屬於勞動型收入嘅話咧，即係代表手停口停啦，用時間去換取金錢。如果你病咗或者係退休，咁你個收入咧就會歸零噶啦。咁呢一份工作咧就唔係一份事業，係一份工作嘅啫。如果你係系統型收入嘅話咧，即係被動收入啦。艾多美咧透過建立消費網絡咧，就會讓你嘅系統幫你工作。即使你休息嘅時候咧，全球嘅消費點咧都依然喺度產生緊獎金嘅。我想分享一個世界第8大奇蹟，就係複利效應。複利咧就係投資者嘅最好朋友啦，亦都係成功嘅秘密武器。咩係複利呢？簡單啲嚟講咧，就係錢滾錢。咁艾多美嚟講咧，複利唔係講錢，而係講人脈嘅倍增同埋消費嘅持續。譬如你每一日進步1%啦，1年之後咧，你會強大38倍。個複利嘅關鍵咧就係在於後半段嘅爆發性成長。艾多美嘅複利效應咧，假設每個人咧每一季只係分享俾1位用家啦，咁第一季咧就總共有2個人，第6季咧就64個人，去到第12季咧大概3年時間啦，就有4000人左右。咁呢個就係艾多美嘅複利效應。點解艾多美可以複利呢？因為咧無限代嘅累積咧，如果你喺傳統架構嚟講咧，倍增到第10代可能就同你冇關啦。但係咧喺艾多美咧，你就算去到1000代、2000代嘅倍增嘅利潤咧，依然同你有關喎。咁點解初期覺得好慢呢？因為咧複利咧喺前期咧通常都非常緩慢嘅，好多人咧喺第3季啦，大概可能得8個人嘅時候咧就會放棄啦。佢咧就冇諗到第12季之後咧可能有個巨大回報，所以咧堅持咧就係啟動奇蹟嘅密碼。艾多美咧有個獨特嘅封頂制度，就係咧個人 PV 咧累積咧上限咧就其實去到240萬 PV 嘅啫。咁如果之後再買嘢咧會去咗邊呢？其實就會去咗下線。咁呢個咧就叫做互助嘅根源啦。咁上線買嘢，下線就領啦。咁 PV 咧就向下輸送喎，即係咩咧？頭先就係所講嘅上線嘅賬戶已經係封咗頂240萬 PV 啦。咁佢買嘢嘅時候咧，可能佢就會喺下線咧其中一啲伙伴嗰個戶口度買啦。咁意味着咧業績就共享啦。上線買每一樣嘢咧 ，PV 咧都可以讓下邊嘅伙伴咧得到累積嘅分數，而且咧會推動咗對碰啦，即係領獎金啦。亦都減少咗壓力，咁一啲新伙伴咧喺啱啱開始嘅時候咧，有上線嘅幫助咧，咁亦都好容易嘅。問題2，5年後嘅你會喺邊度呢？如果你維持翻而家現有嘅生活模式不變啦，5年之後咧，你會唔會比而家更好呢？咁愛因斯坦咧就話過，如果我哋不斷咁重複做相同嘅行為，而期望有唔同嘅結果咧，呢個咧本身就係一種唔合理嘅邏輯瘋子行為。咁你諗下現狀維持者啦，即係而家你都係不變嘅，咁5年後你體力可能會下降啦，亦都面臨通脹啦，錢咧亦都會越嚟越少啦，咁咧仲要為咗生計而奔波。咁如果艾多美嘅實踐者咧，5年後咧個組織已經係倍增成長啦，咁亦都擁有全球連線嘅被動收入啦，同埋實現真正嘅時間自由同埋財富自由。獨特嘅制度，全球連線，一個會員賬號咧可以經營全球市場啦，冇國界限制，亦都無限代伸延。無論你嘅組織發展到第幾代咧，PV 都繼續100%累積嘅。咁而且 PV 咧亦都無限累積，直到咧你領取獎金為止。咁點樣領取到獎金呢？只要你嘅左邊業績咧累積到30萬 PV 啦，右邊都係同樣30萬 PV 咧，咁兩邊同時達到30萬咧，就會發放一個300蚊至400蚊港幣嘅獎金噶啦。咁另外仲有一個全球分紅嘅，佢就會分翻職級啦，包括有7個職級，銷售大師啦，直到專王大師。咁每個職級咧都會分別有唔同嘅收入嘅。
咁而家就係黃金5年，你咧啱啱就企喺呢個巨人嘅頂層啦。因為艾多美咧喺香港同埋大陸嘅市場咧，啱啱係5年嘅啫。咁意味着咧市場嘅紅利期啦，品牌知名度啱啱開始，空間係巨大嘅。咁頂層嘅位置咧，而家你加入呢個咧就係呢兩個大市場嘅第一批拓荒者啦。咁全球樞紐啦，香港同埋大陸咧連接咗全球14億嘅人口嘅核心節點。咁而家你加入咧就係最佳嘅擊球點，唔好等個市場飽和之後咧先後悔冇喺2026年開始。同大家分享一個司機的故事。有個人咧，佢就喺參加活動嘅回程當中咧，隨口同個司機分享咗艾多美啦。咁因為免費註冊，所以司機咧都照入咗會。咁點不知咧呢一個司機咧，原來係一個隱藏嘅人脈大王喎。咁佢又好快將呢個艾多美嘅產品散播咗出去啦。最後竟然發展咗一個跨國嘅業績驚人嘅全球網絡嘅業績喎。咁大家都諗到啦，其實由一個人去到一個帝國，就係由你開口嗰一刻開始啦。咁呢個就係艾多美，你永遠都唔知道下一個免費入會嘅人會為你帶來咩啦。問題3：試錯成本對呢個錯過的代價。如果嘗試艾多美咧，你會失去啲乜嘢呢？如果唔試，你又會錯過啲咩呢？其實咧試錯咧嘅成本係0嘅。咁我哋免入會費啦，亦都免月費，亦都免重複消費。你唯一投入咧係原本花喺日常開銷同埋每星期30分鐘時間嘅啫。錯過代價咧可能無限可能嘅，錯過香港嘅大陸5年嘅黃金期啦，亦都會錯過可能遇到嘅黑馬司機，錯過咧讓家人有更優質嘅生活機會。喺團隊裏邊咧，你從來唔係一個人戰鬥。我哋有線上嘅系統啦 ，Zoom 同埋嘉年華就會解決咗你咧唔識講嘅問題啦。咁有 PV 嘅互助啦，上線買嘢，下線受益，咁咧亦都解決咗你嘅業績慢嘅問題，亦都陪伴文化啦，共同抽獎，共同成長，解決你想放棄嘅問題。咁加入我哋咧就可以借力打力，輕鬆創業。我哋嘅團隊咧就有線上支援，每一周咧都會有 Zoom 嘅會議，無論你喺邊度咧都可以參加。咁而每個月咧我哋都會分咗4個星期有唔同嘅課程。第一周就會有線上嘉年華啦，咁好似參加 party 咁樣，好得意嘅。第2周咧我哋就會係制度破解啦，就係教你點樣去碰分啦。第3周咧就係銷售分享，亦都有啲高手咧喺度分享佢哋嘅經驗。第4周咧我哋會產品深度介紹，咁有好多產品咧可能大家都唔係好知道佢嘅秘密嘅，咁我哋亦都會同大家分享啦。成功嘅方程式就係堅持做啱嘅事，簡單嘅事咧重複做就係專家，增加個人魅力，選擇適合自己嘅加分項目，加速成長，亦都要避開失敗陷阱，遵守原則，保護自己同埋團隊。速度咧好緊要，但係方向咧更加重要。經營艾多美咧成功咧有幾樣嘢可以做嘅，例如喺屋企搞 home party 啦，建立個人社交媒體啦，定期同上線聯繫，運動同埋健身啦，學習產品，定期跟進會員，建立個人 IP， 成為艾多美100% 愛用者。咁點樣開始呢？我哋有成功4部曲。首先要註冊成為會員啦，亦都係免費加入嘅。咁要推薦人之後呢，我哋就要體驗產品啦，將屋企嘅日用品呢可以換成艾多美嘅品牌去試下體驗下。之後呢，用得好啦，我哋就會介紹俾朋友啦，一齊去慳錢，亦都可以換翻個品牌去試下。咁第4啦，我哋會進入系統學習，參加一啲唔同嘅線上嘅課程啦，學習點樣去複製呢個成功模式，建立團隊。歡迎大家加入艾多美，如果有啲咩問題呢，就可以詢問翻你嘅推薦人。